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拜六伫梵蒂冈甲乌克兰总统会谈了后，二次是对媒体表示讲，伊认为泽伦斯基已经准备好要来放弃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嘛指出讲，未来一礼拜是落乌签署和平协议的时机哦。另外，北韩嘛证实讲，领导人金正恩有下令，讲要派兵参加落乌战争。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离开纽泽西国立湖球俱乐部时阵讲，伊日前伫咧梵蒂冈参加已经过身的教宗方济各告别式时阵，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咧圣伯多禄大教堂进行15分钟的会谈，时间正短，也过效果袂歹。同时也讲到克里米亚问题。川普讲，泽伦斯基敢若已经准备要放弃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Ready to give up Crimea? Do you think, Mr. President? Oh, I think so. Yeah. Look, Crimea was 12 years ago. That was President Obama. They gave it up without a shot being fired. So, don't talk to me about Crimea. Talk to Obama and Biden about Crimea. 二人川普甲泽伦斯基伫咧梵蒂冈的会谈，是今年2月两人伫北京完结了后第一面见面。川普认为泽伦斯基是国家冷静，也国家了解全局。伊认为泽伦斯基想要达成和平协议，同时也再度要求美国提供国家级武器。川普是回应讲，就要看所落来情形。伊也对俄国最近对乌克兰的空袭表示意外加失望。Vladimir Putin to do. Well, I want him to stop shooting, sit down, and sign a deal. 俄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坚持是和平协议上大的争议之一。川普伫最近讲，就是俄双方短期内一个无法度达成和谈，美国将会退出调停，表示川普已经强要无耐性。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加国家安全顾问瓦尔兹拜六也分别伫咧媒体上强调，川普用利益甲威胁的手段，就是希望双方会让赶紧上谈判桌。伫所落来一礼拜是达成协议的重要关键时刻。The president has dedicated a tremendous amount of time and energy to this, and it needs to start happening. We need to start.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critical week. 另外，北韩官方媒体日背第一遍证实，根据2024年6月北韩甲俄国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自下令军队协助俄国攻打乌克兰，并且帮助俄军夺回库斯克地区的控制权。北韩2024年10月派出1万人去俄乌战场，今年1月又增加3000人。也那莫斯科日前也证实，有北韩的士兵伫咧库斯克地区参加战斗。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